歡迎收睇廸廸嘅分享影片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個咧 BB 玩具書。咁雖然寫住係俾 BB 啦，咁但係其實入邊嘅公仔咧都非常之可愛。大家當佢一本普通嘅玩偶書咁作為一個參考咧都冇問題嘅。咁我哋由呢度見到咧，其實今次書本裏面嘅內容咧都包羅萬有，比較豐富嘅。我哋可以逐頁掀去望下。咁啊，造型咧都係偏向可愛啲啦，亦都係方便咧 BB 即係比較細小嘅手咧都可以拎得住嘅線條。咁啊，入邊呢一啲咧就係專隻手落去一啲嘅人偶玩具。咁亦都有啲嘅足球啦，有啲 BB 嘅護腕同埋呢個襪仔。咁除咗用平時嘅冷線去織之外呢，咁啊大家都可以嘗試揾一啲比較特殊質地嘅線材去做一個觸感玩具，咁啊刺激 BB 嘅感官發展都可以嘅。咁呢啲呢，就係綁喺 BB 車上面嘅玩具，咁啊掛喺 BB 床上面嘅掛飾呢，都好可愛㗎。咁啊，後面就會有返呢啲線材嘅介紹啦，同埋基本技巧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咧最近都係需要整呢啲 BB 嘅用品嘅話咧，呢本書都非常值得參考嘅，無論係送俾人啦，又或者自用都係非常可愛。咁我哋就下次再介紹更多唔同嘅偶織書俾大家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